24歲嗰年係最忙嘅時候。當時風水師傅咧就同我講：喂，你去考個地產牌啊！嗰陣我先係個揾緊2萬蚊一個月嘅空姐。而家諗翻起都真係想問個師傅：你係咪玩嘢啊？因為呢一個地產牌，我冇即刻發達啦，反而令我跌入咗人生嘅一個深淵。當年20歲踏入學空界嘅時候，已經一直喺度幻想緊，我喺25歲之後會唔會喺呢行繼續做咧？因為好簡單有個分數嘅問題，你去到25歲，一係就留低繼續深耕嘅，一係咧你就快啲擁有啲新嘅學。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咧，能夠吸收嘅嘢固然之少之外，出面亦都唔會俾太多機會你啦。每一次翻工嘅 pre-flight briefing 咧，唔係太幻想得到自己20年後着住黑色嘅空姐衫，仲係繼續做緊senior做嘅customer service。都有一個風水師傅係喺我哋間公司度幾出名，係因為佢當年算過命案咧，就係佢算命咗嗰個前同事嘅命運。大家都好相信一個師傅，哇！佢真係料事如神，傾下偈都好啦，化解下嘅當前犯太歲嘅時候咧，成個人無論係感情定工作定係前途都好迷茫期嘅時候，就用呢個師傅。咁咁啊，確實又係。跟住佢就叫我：不如你簡單啲考個地產牌啦。考咗先算啦，你唔使一定全職，你咪 part time 做住先咯。咁我覺得師傅又講得咦幾有道理喎，佢又幾貼地，冇叫我即刻辭職轉學喎，咁冇所謂啊。咁因為做空姐本身1個月都係翻5日工嘅啫嘛，咁 OK 啊。跟住就好快自己 YouTube 上網睇片啊，跟住做下 past paper 咁一齊 pass 咗個地產嘅洗牌啦。跟住一入到去咧，其實已經係成個工作模式好唔一樣，因為係 office work 啦，好大部分。入地產係你必須要背成交啊、記西啊、佢有個 full time 再加 part time 同埋咁樣。坦白講咧，真係要個人好 flexible 先做得出色。Juicy 嗰一 part 嚟啦，咁考完個牌嗰時咧，就去咗元朗區嘅黃色嗰度做啦。嗰時仲係年輕啊，咁一入去好快，嗰時嗰個分行經理已經係熱烈追求。咁啊細個啊以為愛情降臨啊擋都擋唔住啊，結果咧就遇到個壞人。咁但係細節我就唔詳述，因為呢條片咧都唔係想講任何人嘅不好嘅。辛苦飛咗3-4年啦，每個月咁樣儲落嚟嘅積蓄咧，就俾人呃走咗60萬。咁喺2020年咧，真係俾師傅估中咗，係我人生嘅劫嚟。而我都好記得當時嘅情況。好嘅，點解唔使同你簽咁多錢買好好咁嗰陣時我就喺度諗，哇！師傅又係你點我入去地產行，雖然你冇話逼我去考地產，但係點解會你叫我考完之後就發生啲咁嘅災難喺我身上咧？咁呢啲就係所謂指引，根本我覺得係一個鐵線嘅海點。如果命運要你發生嘅一啲事，其實無論你點避，你一定都要經歷咗佢。咁好啦，明明抱住一個想揾錢嘅心，想進步嘅心，想離開航空界嘅心，去到地產界諗住發展，點知命運又叫你遇上一啲咁嘅事，入咗地產之後啦，咁其實好快我就已經 quit 咗空姐㗎啦。我又喺25歲嘅時候開咗自己嘅第一間公司，咁反而係自己嘅公司好好數。雖然當時嗰個壞人啦，佢係實實在在咁呃咗我錢，但係同時間咧喺個同佢相處嘅過程中，我亦都領悟咗一啲對客嘅溝通技巧。咁 which is 係只要你領悟到一個技巧咧，其實喺任何行業都發揮到，而我就發揮咗喺我嘅人工仔嘅客戶上面啦。咁所以嗰時好快咧就第2-3個月啊，已經開始接啲大單，就開始接啲20-30隻嘅公仔，只可以話係情場得意，愛情失意啦。咁最後咧就同壞人正式分開咗啦。咁都係因為自己嘅唔大眼識人，就令到自己過緊一個好悲慘嘅生活。咁但係我都慶幸我都仲係有屋住有飯食嘅。咁後來咧就喺 Covid 期間咧，就遇到另一個好人喎。咁佢當時咧真係好似喺深淵拉起咗我嘅一步。咁但係相處咗Covid 以後嘅2年半啦，我哋都因為價值觀唔同，所以就分開咗。令到我真正覺醒嗰一點咧，反而係同好人分開之後，我就搬出嚟住啦。咁我又再次無所事事，第3次入咗去嘅。要補充翻咧，就係喺 Covid 期間咧，未遇到好人之前嘅一段日子咧，其實我係第2次攞翻張牌入咗去紅色。咁終於咧，今次咧就係無所事事喺條街度行嘅時候，有一日，不如呢間啦，咁我就第3次行咗入去，就入咗去藍色啦。坦白講咧，嚟到西南區第1年啦，純靠意志力掙扎，仲係我 part time 喺 Poly 讀緊 marketing 嘅第4年。
咁我一入職已經係申報定嗱，我而家係 final year 嘅，我最後一個考試咧就應該係暑假咁嘅，咁我都預計自己會順利畢業嘅，我未必可以盡晒 full time 嘅責任，既然係我人生第3次嘗試再入翻地產行，我覺得只要我跟到我願意信服嘅上司嘅經歷咧，我係願意留低。咁但係好老實講，頭嗰1年咧純掙扎，係太多挫敗感，包括客人嘅因素啦，亦都有環境嘅因素啦，係唔會成交，效率都低得好離譜嘅。即係嗰時，譬如有客打過嚟咧，我係會同佢講等我睇一睇，轉頭再覆翻你。我係會咁嘅，真係唔喺個腦入面，所以唯有係唔想喺吹水嘅情況底下轉頭覆翻個客，咁咪 miss 咗好多黃金機會。咁嗰1年我都見好多客咧係話你叫業主低市價300萬制唔制啊？得嘅話我即刻俾佢即刻落 offer。咁啊層樓先千零萬，你一嚟就劈人哋300-400萬，咁其實你覺得業主賣唔賣俾你啊？嗱，其實嗰時都喺度懷疑人生，到底係咪個天唔想我做啊？我係咪應該真係離開算啦？冇搞咁多嘢，專心做翻啲公仔算啦。咁啱又搬 office 啦，咁新 office 又好舒服喎，我喺中環。咁又全新裝修，又唔係地鋪冇咁多塵咁多，而家有啲空調飛入鋪頭，咁開始就認真掙扎緊。咁當然啦，中間都要好多謝呢年幾2年以來一直包容我嘅任性嘅老闆們啦。我覺得佢哋都會睇呢條片，所以都係可以講下。咁但係我覺得坦白講，地產呢樣嘢係2個做法嘅啫，一係你就靠自己啊。全部你自己衝晒佢啦，你唔使揾人幫手，但係你只要你夠強就得㗎啦。不論係業主啊、對客啊、簽單要揾到律師樓啊、揾按揭啊，你識晒就得㗎啦。咁但係好坦白講，我咧就唔係一個咁冷酷嘅人，所以我會選擇第2個方法，就係用人脈槓桿。咁我雖然係一個好任性嘅地產佬，但係咧我係好尊重每一個人。我會覺得每個人有唔同嘅專長。如果我嘅專長係一個 negotiator， 其他按揭嘅就交翻俾按揭，律師嘅就交翻俾律師。原來喺自己嗰1年掙扎嘅過程，我不經不覺學咗咁多嘢㗎。自己由最 green 大廈入到去睇呢個廳、呢個廚房、呢個廁所，仲有廁所添。去到而家識得講嗱，雖然呢度細，但係佢高樓低到對人，有對前面話可以再上面加到佢攞得多一個床位，再出去係多啲床位咯。識得咁講喎，原來喺成個過程中係冥冥中就吸收到一啲知識，但係大前提係唔好拒絕自己做緊嘅嘢，投入一係就 all in， 一係唔好食。咁時間有限，不如我哋試下 all in 先啦。好坦白講，而家賣緊幾錢尺啊？房可以放到幾尺床啊？呢棟樓有幾多層啊？呢啲係梗咗嘅數字嚟㗎嘛。但係我賣緊嘅係人嘅生意啊嘛。我會記得業主同我講，佢因為想移民，所以佢願意貼市價走，因為擺到係咪都係擺到。我亦都會記得個客同我講，其實佢呢一刻買係單身，但係已經諗好晒，如果將來有老婆咁點呢？所以人生嘅第1層樓已經係 target 2房嘅。而故事咧係可以承傳落去，但係數字咧你永遠都可以 Google 睇一番。咁所以對我嚟講，講真，數字真係唔係啲咩，所以我到呢一刻都係唔中意背數字，反而透過接觸到更多嘅人同佢哋嘅溝通嘅時候，我會發現到原來我嘅讀心術又提升多一步，我亦都可以將預算400萬嘅客拉到去最後食翻1000萬嘅訂單，唔係因為我口才好，而係佢哋嘅需求我理解，我亦都可以設身處地咁為佢哋諗。其實同做人造公仔一樣啫嘛，買1萬蚊公仔嘅客，佢哋決定都可能好爽，只要你 sell 得夠個位，而可能買緊168蚊嗰時候嗰個客問你10個問題，我都係話諗下先。但係講作為一個 slasher 嚟講，一定要識揀客，但係我揀客嘅意思唔係揀佢要買幾錢嘅嘢，咩價錢佢都做，但重點係我會揀人。講緊買幾千萬樓嘅客，服務得夠重點，個客戶嘅忠誠度咧仲高過買400-500萬投資樓嘅。喺出呢條片嘅時候，我就唔知考大牌嘅成績係如何啦。假設考得成功大牌嘅話，除咗再升一級之外咧，都係對自己一個證明咯。證明喺呢一行真係有深耕嘅決心，揾得到自己喺呢一行嘅定位同做法。同時咧，我發現到其實風水師傅講嘅説話或者你嘅命令、啲線命，其實都係一啲指引，令到呢個民眾真正成真。就係在乎自己嘅選擇。人生第1份 full time
做空姐嘅工作係令我學識咗好多，無論係 customer service 啊、customer behaviour，學得到好多結果。你都覺得自己喺而家做緊呢行係格格不入，好唔同，或者跟唔上我，你而家已經跌咗落谷底。你望下我24歲嗰年跌咗60萬，兜兜轉轉咗3次，咁多年先揾得到自己喺地產嘅真正定位，你都得。I do